新東寶的製作人永島一郎盼望田中絹代早點兒從巴黎回來。丹羽文雄的戀文有田中絹代擔任導演的想法，永島在小說開始連載時就定下來了。同時，在與月物語剛結束時，絹代也正式答應了。其實，在帝國飯店的地下餐廳裏遭到溝口搶白時，事情早已決定了。在我的履歷書裏，關於擔任導演的問題，絹代是這樣說的：在影片裏，中年演員很少有做主演的機會，演配角吧，一年裏也沒有幾個值得演的角色。這是我長年從事電影工作親身體會到的經驗。因此我想，要是自己能擔任導演，可以把自己演不來的年輕人的角色，幫助新星教他們演好。根據這個想法，我才下定決心要做導演。溝口建議不贊成絹代擔任電影導演。導演這個專業是個極其嚴酷的工作，這一點他是有深切體會的。他不忍心看到田中絹代這個名演員因改行而遭受傷害，所以不主張他做導演。他覺得田中絹代反正已經是個被公認的大明星，要嘗試做導演，出於好奇試一下，當然不會受到傷害，但又不能從自己嘴裏說出不准做導演。他只好製造輿論，逢人便說絹代不應該做導演。可惜不僅沒有人理他，也沒有人幫他宣傳。相反，社會上的人們卻以一種好奇的心理歡迎女導演的來臨。在威尼斯，絹代對溝口從未提及做導演的事，溝口也有意識地迴避，問題好像已不存在。兩個人都裝成沒事的樣子。其實，在出訪前，絹代作為成瀨自喜男的助理導演，在大影拍攝根據《失身西星》原作改編的《兄妹》的攝影組已經工作了50多天。成瀨導演和絹代在大船是同窗，兩個人之間無話不談。成瀨導演對絹代要成為他的助理導演開出的條件包括放下明星的架子，上班下班不坐自己的汽車，開拍前30分鐘一定要進攝影棚，在攝影拍攝現場不准坐下。絹代一一答應，在50天的助理導演工作中，忠實地履行了諾言。當時晚了2天才到威尼斯，也是這個緣故。戀文的劇本作者是木下惠介，同樣是大船出身，彼此都知道脾氣。木下惠介就田中絹代做導演這件事說：我想田中絹代覺得自己老了，在演員這條路上再堅持到底也沒意思，於是想對做導演進行一次挑戰。所謂挑戰的意思是，因為自己長期在導演手下，順從地聽着他們的吩咐，日夜警惕自己不要冒犯導演，心頭淤積了厚厚一層義憤，恐怕是為了發洩積憤，才要親自嘗試一下。過去因為影片遭到不少指責，又不能公開出來辯論，一直是忍氣吞聲。所以說，他是在氣憤之下決定做導演的。木下惠介的這些話，確是切中要害的見解。誇張地說，是在整個日本電影界人士的注視下，田中女導演的攝影機開始轉動。戀文說的是，一個退役軍人幫嫁給佔領軍的日本婦女寫信去美國，以此為生。某日，
來找他寫信的女人，剛好是他過去的情人。這部電影是一部具有隨筆風格的柔情作品。製作人永島一郎為此片特意選定了一個女導演，這個決定是很特別的。製作人的目的基本達到了。田中絹代的首次導演作品取得了合格分數。影片首映那天，溝口健二特意跑到新京極電影院去看。雖然是12月的寒冬，溝口緊張得渾身是汗。影片結束後，溝口總算放下心頭大石，走出了戲院。影片雖然合格，但溝口生氣的是，絹代為什麼一定要導演這種水平的影片呢？田中絹代是滿分的女演員，竟甘心要作50分和60分程度的導演，只能說明100分的演員其實是5、60分水平，這會帶來威信下降的惡果。要做導演就得達到80分才可以，這絕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所以希望他放棄做導演。演員只能在演員方面發揮才華，這樣的重大問題，難道絹代真的不理解嗎？